KYB 摩托车减震器正式引入中国。今天我们就先来测试，给这台 X Max 300进行换装的后减震器。自带外置式氮气储气罐，内里使用自由活塞系统，有效提升减震器的反应速度、工作稳定性，同时提高散热效能，增加使用寿命。使用高质量的铝合金筒身，再配合35毫米直径的活塞。15毫米高强度活塞杆，倒插式结构，使得驾驶平顺性及运动性大幅提升。回弹方向16段阻尼可调与弹簧预警力可调，进一步提高性能，满足丰富的车主需求。它不仅能文能武，更是精致視覺衝擊的典範。我哋原廠避震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啲波浪位咧、暗位咧，原廠避震過嘅時候咧，佢係會前後佢都係會彈得比較勁嘅，佢係直頭會成架車會韌出去嘅，唔係好可控咯，感覺上就比較危險。因為佢原廠佢係淨係彈弓啊嘛，基本上冇阻力嘅。咁改裝嘅 KYB 嘅避震咧，佢係有阻力可以調嘅，佢係有弧彈阻力啊呢啲。咁咧我哋而家咧就係調到最輕嗰一格嘅，仲有得往上加嘅，就算用最